我哋亦都冇偏見，我哋要消除成見。我哋亦都係冇假冒，係真誠嘅。嗱，呢一切其實亦都係同聖靈嘅果子咧係相關。我哋要有仁愛，要有喜樂，有温柔，有良善，有信實，有節制，有忍耐，有恩慈。呢一切嘅嘢唔單止喺我哋嘅生活行為表達出嚟，喺我哋嘅言語咧都要表達出嚟。雅各書特別係提到我哋點樣講説話，而箴言咧好多嘅經節裏邊咧都提醒我哋一句説話講得合宜，佢所發揮出嚟嘅力量有幾大呢？箴言喺第12章第25節，佢講到話：人心憂慮，屈而不伸。一句良言咧，可以使心歡樂。當一個人佢好低沉嘅時候，你做任何嘢都唔能夠提起佢嘅生命嘅經歷。唯有如果我哋講得出一句良言，係可以將佢整個嘅生命咧去轉化。另外，箴言書第12章25節，亦都提醒我哋，係箴言書第25章11節，亦都提醒我哋咧，一句話如果講得合宜咧，就好似金蘋果跌落去銀網子嗰一度，讓我哋知道咧，原來我哋講説話可以令到生命好榮耀、好燦爛、好光輝。另外一句嘅聖經喺箴言書第25章15節，佢呢度講到話：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，柔和嘅舌頭能夠折斷骨頭。有時我哋面對教會裏邊一啲好橫梗嘅心、好橫梗嘅思想，我哋如果用好硬嘅説話去講咧，係唔能夠將佢改變。唯獨用柔和嘅舌頭，反而可以將硬嘅骨頭咧去截斷。讓我哋喺説話嘅藝術量上邊更多嘅學習。喺下一課，我哋將會睇一啲好實際嘅問題，喺起誓上邊，喺怨言上邊，喺論斷上邊，我哋可以點樣嚟到勒住自己嘅舌頭呢？願主繼續祝福我哋。